融資行業從業員協會參考香港公司註冊處對香港持牌放債人監管準則，為其企業提供一系列嘅培訓課程。該課程包括一個合規、一個解釋、一個達到，就企業如何遵守合規條例，避免經營風險，尤其在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嘅學習，通過剖析違規個案，實現牌照公司嘅合法合規要求。信貸行業嘅同業大家好啊！公司註冊處越嚟越對我哋嘅規管十分之嚴噶啦，快啲嚟參加我哋融資行業從業員協會嘅反洗錢課程啦！